今年89歲嘅謝賢近幾年慢慢減少公開見人，主要因為年紀大咗導致行動不便，日常出入需要靠輪椅或者軌杖輔助。雖然咁，佢仲會參加私人性質嘅小型聚會，保持同親友嘅社交聯繫。近日，謝賢被路人見到喺香港太平山頂某咖啡館同朋友飲咖啡，呢個場景被路人偶遇記錄落嚟，相片之後喺網上流傳，成為公眾關注嘅焦點。據現場目擊者描述，謝賢嗰日坐住全自動輪椅去到咖啡館，輪椅設計緊湊且操作方便，唔使其他人幫手就可以自己控制方向同速度。佢着住暗紅色運動外套，搭湛藍色長褲同長筒襪，腳踏運動鞋，整體着裝以保暖為主，符合香港室內冷氣環境下嘅穿着需求。頭戴棒球帽，戴住老人專用墨鏡同口罩，面部只露出額頭同部分臉頰，防護措施嚴密。謝賢嘅髮型係長髮紮成馬尾，呢個造型延續咗佢多年嚟嘅個人風格，即便坐喺輪椅上，佢都保持挺拔坐姿，手頭拄住軌杖以備站立或者短距離行路時使用。同謝賢同行嘅朋友包括2名男性同1名外籍女性，推測為日常隨行人員。咖啡館位於太平山頂，環境開闊且人流適中。謝賢同朋友揀咗大廳座位，避免過於封閉嘅空間。席間，佢哋進行閒聊並飲用咖啡，氛圍輕鬆。期間，多名路人認出謝賢並上前詢問係咪可以合影，謝賢均爽快答應，配合完成多張合照。相中，佢面對鏡頭保持得體姿態，雙手自然放置於輪椅扶手或者交叉於身前，眼神專注，表情平和，展現出良好嘅精神狀態。謝賢嘅隨行團隊配置詳細且分工明確，日常外出時至少配備1名男助理、1名外籍工人同1名司機，團隊規模通常為4人。男助理原為謝霆鋒嘅工作人員，後經謝霆鋒安排轉為照顧謝賢，主要負責行程規劃、拍照記錄同處理日常瑣事。外籍工人則承擔輪椅推扶、上下車攙扶等體力相關工作。司機負責駕駛保姆車，確保出行安全。此外，謝賢獨居嘅住所配備有保姆同外籍工人，負責日常起居照料同家務處理。團隊成員需定期匯報工作進展，並配合謝賢嘅作息安排，如調整室內溫度、準備飲食等。謝賢嘅健康狀況總體穩定，雖借助輪椅代步，但並非完全喪失行走能力。佢能夠短時間站立或者緩慢行路，尤其在室內或者平坦地面時，可借助軌杖進行支撐。輪椅嘅使用主要針對長距離移動或者戶外活動，以減少體力消耗。醫療團隊定期上門進行健康檢查，監測血壓、血糖等指標，並調整飲食同運動方案。謝賢注重養生，日常飲食以清淡為主，避免油膩食物，同時保持適量運動，如室內拉伸或者短距離步行。家庭關係方面，謝賢嘅仔女雖唔喺香港長期居住，但通過定期探望或者視頻通話保持聯繫。謝霆鋒因為工作重心轉移至內地，雖頻繁往返兩地，但每次返港均會安排時間探望父親，並監督隨行團隊嘅工作情況。謝婷婷定居加拿大，因為距離較遠，探望頻率較低，通常通過視頻通話同父親溝通，分享生活近況。謝賢對仔女嘅安排表示理解，認為仔女應有自己嘅生活同事業，同時接受現實中嘅孤獨感，通過閱讀、睇書或者同友人聚會排遣時間。謝賢嘅演藝生涯跨越數十年，從粵語片時代嘅一線小生到晚年仍活躍於影視圈，其職業生涯充滿傳奇色彩。佢曾喺多部經典影片中擔任主角，塑造眾多深入人心嘅角色，並憑出色演技獲得業內認可。晚年時期，佢更以85歲高齡獲得金像獎最佳男主角，成為該獎項歷史上最年長嘅獲獎者，
呢個成就唔單止係對其演技嘅肯定，亦體現咗香港影視界對資深演員嘅尊重。謝賢嘅感情生活同樣豐富，經歷多段婚姻同戀情，如今兒孫滿堂，家庭結構完整。喺公眾形象方面，謝賢始終保持獨特風格，無論着裝或者舉止均體現個人特色。即便年近九旬，佢都堅持紮馬尾、戴墨鏡等標誌性造型。呢啲細節唔單止成為其個人標識，亦反映出佢對生活品質嘅追求。喺社交場合，佢注重禮儀同分寸，面對路人合影請求時，始終保持耐心同禮貌，展現出良好嘅公眾人物素養。謝賢嘅日常活動安排緊湊且有序。早晨通常喺住所附近進行短距離散步，由外籍工人陪同，確保安全。上午時段多用於處理個人事務，如閱讀報紙、睇影視作品或者同友人電話溝通。午餐後常進行午休，保持充足睡眠。下午時段可能安排外出活動，如前往咖啡館、公園或者參與私人聚會。晚餐通常喺屋企同隨行人員共進，飲食以清淡為主，注重營養均衡。晚間時段則用於休閒娛樂，如睇電視節目、聽音樂或者同家人視頻通話。喺居住環境方面，謝賢嘅住所位於香港某安靜區域，周邊環境清幽，交通便利。住所內部裝修簡約而實用，配備無障礙設施以適應輪椅使用需求。客廳空間寬敞，方便輪椅通行，家具擺放注重安全性同舒適性。臥室配備護理床，可調整高度同角度，方便起居。廚房同餐廳區域採用防滑地板，確保日常活動安全。此外，住所內設有獨立書房，擺放謝賢嘅演藝生涯相片、獎盃及書籍，體現其對過往成就嘅珍視。謝賢嘅社交圈子以老友為主，包括演藝界同仁、商業夥伴同長期友人。佢哋定期聚會，交流生活近況，分享人生感悟。呢啲聚會多安排喺私人場所，如會所、餐廳或者住所內，避免公開場合嘅打擾。謝賢喺聚會中常擔任傾聽者角色，分享經驗同建議，同時保持適度參與，避免過度消耗體力。喺健康管理方面，謝賢遵循醫囑進行定期檢查，包括血液檢測、心電圖及骨密度檢查等。醫療團隊根據檢查結果調整用藥方案同康復計劃。佢堅持每日進行輕度運動，如手臂拉伸、腿部按摩及平衡訓練，以維持肌肉力量同關節靈活性。飲食方面，由營養師制定菜單，確保蛋白質、維生素同礦物質嘅均衡攝入，同時控制鹽分同糖分攝入，預防高血壓同糖尿病等老年常見病。謝賢對仔女嘅教育理念注重獨立同責任，佢鼓勵仔女追求自己嘅事業同生活，同時強調家庭價值觀嘅重要性。謝霆鋒同謝婷婷喺各自領域取得成就，均受到父親嘅影響同支持。謝賢認為，仔女嘅成功唔單止係個人嘅榮耀，亦係家庭教育嘅成果體現。佢雖唔直接干預仔女嘅生活決策，但通過定期溝通，了解佢哋嘅需求同挑戰，提供必要嘅支持同建議。喺文化娛樂方面，謝賢保持廣泛興趣。佢喜愛閱讀歷史、文學類書籍，關注時事新聞，通過報紙、電視同網絡獲取信息。影視方面，佢偏好經典影片同紀錄片，尤其關注香港電影發展史。音樂方面，佢欣賞粵語流行曲同古典音樂，常喺屋企播放唱片或者參加音樂會。呢啲愛好唔單止豐富咗佢嘅精神生活，亦為其同友人交流提供話題。謝賢嘅公眾影響力持續存在。作為香港演藝界嘅標誌性人物，佢嘅一舉一動常被媒體關注。近年嚟，佢雖減少公開活動，但偶爾出席頒獎禮、慈善活動或者影視作品發佈會時，仍能引發廣泛討論。媒體報道多聚焦其精神狀態、着裝風格同家庭關係，
展現其作為公眾人物嘅多元形象。喺慈善事業方面，謝賢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尤其關注老年群體同兒童教育。佢通過基金會捐贈款項，支持養老院建設、醫療設備更新同貧困學生助學項目。同時，佢擔任多個慈善機構嘅名譽顧問，利用自身影響力呼籲社會關注弱勢群體。呢啲舉動唔單止體現其社會責任感，亦為其晚年生活增添意義。謝賢嘅人生哲學強調活到老，學到老。佢始終保持對新鮮事物嘅好奇心，如學習使用智能手機、了解新興科技產品等。喺人際交往中，佢注重真誠同尊重，認為良好嘅人際關係幸福生活嘅重要組成部分。面對年齡增長帶嚟嘅挑戰，佢採取積極應對態度，通過調整生活方式，保持健康習慣同維持社交聯繫，確保生活質素不受顯著影響。喺家庭關係維護方面，謝賢注重同仔女嘅情感溝通。佢定期同謝霆鋒、謝婷婷進行視頻通話，了解仔女嘅工作同生活情況，同時分享自己嘅日常近況。仔女返港時，佢會安排家庭聚餐或者外出活動，增進親情聯繫。對於孫輩，佢通過相片、視頻同禮物保持互動，關注佢哋嘅成長同教育。謝賢嘅晚年生活雖因行動不便而有所限制，但通過合理嘅安排同支持，仍保持充實同意義。佢通過參與社交活動，保持興趣愛好，關注家庭同公益事業，實現個人價值同社會貢獻嘅平衡。呢種生活態度唔單止體現其個人韌性，亦為同齡人提供積極老齡化嘅範例。綜上所述，謝賢嘅近況反映咗一位資深藝術家喺晚年階段嘅生活狀態同應對策略。佢通過科學健康管理、合理社交安排、家庭關係維護同社會參與，保持咗良好嘅生活質素同精神狀態。雖然面臨年齡增長帶嚟嘅挑戰，佢仍以積極態度面對生活，展現出非凡嘅生命力同適應能力。呢種生活智慧同精神風貌，唔單止值得同齡人借鑒，亦為公眾提供咗關於積極老齡化嘅生動案例。好啦，以上係本期嘅內容。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轉發，感謝大家嘅支持。